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有人中意劉德華，因為佢10年如一日咁同你講恭喜發財啊！亦都有人中意周杰倫，因為周董嘅音樂咧，令我哋大家都回到過去，諗起3年2班嘅時候，走在鄉村嘅道路，聽住嗰首《稻香》，佢同我哋講一定要聽媽媽的話，因為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，常回家飲爺爺泡的茶，因為佢有一種味道叫做家。周董都出新專輯啦，咁錦繡國際花城咧都推出新嘅樓棟啦，全新嘅3棟第4代住宅，明明就110平方，但係相當於140平方咁大啊！戶景精裝，有3房有4房啊，有辣有唔辣，任君選擇，係咪好正呢？錦繡國際花城全戶景單位首期只需要5萬蚊就係落低啦，有我哋港澳直通巴士，超正啊！港澳街坊朋友非常之中意噶。天青色等煙雨，而我就係等你，快啲評論區度落，我先詳細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